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頂峰翡翠何生啊。香港頂峰翡翠台主要係分享珠寶玉石相關嘅知識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留言分享一下你哋嘅經驗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頂峰翡翠何生啊。今集我哋繼續踢爆一啲直播間嘅套路。喺翡翠直播間入面，有一類比較受歡迎嘅就係手鐲板料訂製，相信有啲朋友仔都曾經中過招噶啦。咁入面有啲咩套路呢？其實好簡單，就係佢哋會用超強光打喺一塊板料上面畫好晒手鐲嘅位置，然後你哋喺熒幕入面睇到嘅又冰又透、顏色又好睇嘅手鐲板料，其實要破解佢好簡單，只要喺自然光下面一睇，就會發現呢板嘢其實係布滿碎裂、種水又差、顏色又唔夠好嘅廢料。連同行幾百蚊都唔會收嘅廢料，但係人哋聰明啊，經過直播間一系列嘅修飾，搖身一變可以賣幾萬蚊嘅一隻手鐲，做到真正嘅變廢為寶。當你滿心歡喜咁訂製一條手鐲嘅時候，佢哋就會叫你簽翻一份免責聲明，因為係私人訂製嘅關係，做出嚟唔論好定係壞，一概不退不換。最後當你收到貨嘅時候，當然就係一隻貨不對版嘅手鐲啦。你可能會話有裂嘅，明明主播話係完美嘅喎。呢個時候客服嘅話術同埋包裝又嚟啦，同你講天然嘅玉石有少少裂紋好正常，再氹一氹你，你又覺得又係正常嘅喎。明明俾人當水魚呃咗都唔知，加上因為你買之前簽咗免責聲明，既冇得退又冇得換。當呢啲直播間有10個或者100個咁嘅傻小白嘅時候，呢間呃人嘅直播間就將幾百萬代代平安噶啦。唔係嘅話，你以為個老細嘅勞斯萊斯點樣嚟噶？何生自問就冇咁嘅福分啦，賺唔到大錢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繼續踢爆直播間嘅套路。拜拜。今集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接落嚟何生會繼續分享關於珠寶玉石嘅基本知識。記得關注同埋俾個 like 我哋頂峰翡翠啦，拜拜。